喺中山市中心買樓咧，大家無非最關心嘅咧就係屋企啦，舒唔舒服啦，周邊嘅配套啦齊唔齊全喎。咁今日咧，我帶大家過嚟睇下呢個金鷹半山花園啦，全新嘅7棟125平方嘅樣板間啊，樓下咧就係萬象匯啦，仲係地鐵上蓋個物業啊，生活咧超方便啊！金鷹半山花園7棟也好齊全滿交接，打造社區飯會所，休閒會客、兒童玩樂一應俱全，歸家更有儀式感。而家咧，我就喺7棟125平方嘅3房2廳2衛嘅示範單位入邊啦。今期咧，金鷹半山花園咧個交樓標準咧，全新打造專屬高定標準。一入嚟到呢間屋咧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夠晒光猛啦。餐客廳咧就連埋一線啦，廚房佈局好實用啊，煮嘢食個動線咧都得心應手，成間屋嘅收納空間都預足晒。其實同大家重點講下金鷹半山花園嘅示範單位，3間房嘅佈局嘅全新亮點。首先係主人套間啦，今期咧新增咗衣帽間設計啊，衫褲手袋都有專屬嘅位置，收納體驗感直接升級到位啊！再配埋個大飄窗，採光通透，陽光充足，獨立嘅洗手間做到光濕分離，隱私度同埋舒適性都非常之高噶。戶型咧方方正正，採光通風都好，做小朋友個房間就最合適啦。擺床啦、書櫃、衣櫃嘅空間都好充裕，細佬哥住起身都好舒服噶。第3間房嘅空間同樣一樣咁方正啊，可以做長輩房，亦可以靈活改成書房或者係多功能房，滿足晒一家大細嘅唔同需求啊！喺金鷹半山花園特別為香港業主打造嘅港人生活服務站，專人嘅粵語管家全天候接待，跨境香港巴士對接，醫療指引、代收快遞，樣樣貼心周到，做到大灣區生活零障礙，交通更加方便，真正地鐵上蓋，步行幾分鐘就到地鐵站，返工出行唔使驚塞車，完善嘅周邊路網，公交地鐵樣樣有，去到邊都快人一步。講翻配套，呢度真係冇得輸啦！落樓咧就係萬象匯商業綜合體啦，行街食飯睇戲一站式搞掂晒，唔使周圍走添嘛！想喺中山買翻套單位，交通又要方便，住得又要舒服，周邊個配套咧都要齊全咧。今期金鷹半山花園125平方呢個高交標準嘅示範單位，值得你過嚟睇下㗎。